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园林镇行里的土地公庙已经真破旧，在地乡亲大家扣钱，帮土地公、土地婆来起新庙，特别找到一间的厂商，定买迄种一体成型的庙体，出动2台的吊车，甲规座的土地公庙吊到现场来组合，都袂输是咧耍大型的乐高的积木的佚佗物啊同款，现场是充满着欢乐的气氛。 规间的土地公庙袂输是要飞起来，原来是大型的吊车要甲土地公庙放到拖车顶面。吊车甲金光闪闪的厝顶放到土地公庙的主体建筑，过程亲像是咧踏田脚啊，看起来真趣味。 这是中华园林镇行里的福德宫，因为起了真久，还甲真厉害，甚至够漏水。80年啊，还漏水啊！树凊彩网落，壁就翘起来。土地公甲土地婆指示要起新庙，当地居民合资向厂商订一体成型的庙体。15号大型的吊车真细腻来作业，因为这座50吨重的土地公庙拄起好是袂用的石牌。 装卡小路真细条，嘛真歹开。拖车好不容易到位，吊车先甲庙体吊起来，所落来佮将黄色的厝顶装起去。乡民真好奇，就摕手机啊，甲这个画面翕起来。足趣味的啦，咱是在空中会迄个第一边的调倒过来呢，层一层堆上去的，就是还蛮特别的啦。然后很像小朋友在叠积木那种概念。庙方讲12平地，若是请营造来起，要800万；若是用倒起的方式交会，干那半年，佫会当省一条钱。这超300万。 起好的庙先用封锁线围起来，了后馆长固定，再个配水电。乡亲嘛真感谢土地公的保庇，互工程一切顺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